Take one。今日係2008年。今日好興奮，滑板嘅。我哋咧將軍澳教區一班嘅弟兄，預備咗幾個月時間。今日做一樣咧歷史上未發生過嘢。喺歷史上未有呢班弟兄咧一齊背聖經裏面一本書，就係腓立比書。呢本書咧其實係喺保羅當日咧係喺羅馬嘅軟禁嗰時咧寫成。今日咧，我哋話如果弟兄有一日咧，我哋全部人咧坐監嘅話咧，我哋起碼聖經裏面一本書，我哋可以一齊背啦，去睇嘅。而家弟兄已經預備好啦，我哋一齊咧去為神熱心。Come on。我哋預備好咗監啦，第一個。好，嚟啊！好，我嚟咯。 Come on。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、諸位執事，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。我每逢想念你們，就感謝我的神；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，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，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，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，必成全這工，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。阿光嚟啦，阿光，好，聽阿光。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，原是應當的，因你們常在我心裏。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，是辨明證實福音的時候，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。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，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。這是神可以給我聖靈的。會就死我所禱告的，就是要你們嘅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，使你們能分辨是非，作誠實無過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並藉着耶穌基督得結滿了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譽稱讚歸於神。Amen。弟兄們，我願意你們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興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鎖，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，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。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鎖，就篤信不疑，越發放膽傳神的道，無所懼怕。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，也有的是出於好意。這等是出於愛心，知道我是為辨明福音所設立的。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假意，是出於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。知道我是意思是加增我困鎖的苦楚。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如何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，所以為此我就歡喜，並且還要歡喜，因為我知道這是藉着你們的禱告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，終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。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，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而我在肉身活着，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我既然這樣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，且要與你們眾人同住，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，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，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，就越發加增。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，叫我或來見你們，
或不在你們那裏，可以聽見你們的境況，可以聽見你們的境況，可以聽見你們的境況，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，站立得穩，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，這是證明他們沉淪，你們得救，都是出於神，因為你們蒙恩，不但可以信服基督，並要為他受苦。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看見、現在所聽見的一樣。所以在基督裏有什麼勸勉，愛心有什麼安慰，聖靈有什麼交通，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。你們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。所以你們一樣的心思，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無不屈膝。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弟兄，你們既是常信服的，不但我在你們那裏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，也是常信服的。就當恐懼戰兢，造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發怨言、起爭論，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。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督察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，也沒有徒勞。我與你們的信心為公義的祭物。我若被澆奠在其上，也是喜樂，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，並且與我一同喜樂。我靠主耶穌，只莫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，叫我知道你們的事，心裏就得着安慰。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，實在掛念你們的事。別人都求自己的事，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。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名證，他興旺福音，與我同勞，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，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。他是我的兄弟，與我一同作工，一同當兵，是你們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給我需用的。